三公主多日不见，怎么刚成亲就来小人这儿了？莫不是玄虎男子，不懂乐理？哼！三公主，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常来教坊司听曲儿，可好啊？哼！真好看。三公主，不必介怀，这鞭子打在身上不疼。但是若惹三公主动怒，我苏木会心疼的。小人苏子英。难道你就是茵茵？哎，欣欣，小心！哎，苏子英，你求韩少君不要误会，小人只是怕风大，三公主感染风寒，如果哪里做了不对，还请少君包涵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干嘛让茵茵跪着呀？不是我让她跪的。回三公主，小人触怒了韩少君，韩少君才对小人略施小惩，惊扰三公主了。我什么时候罚你了？韩少君，您若对小人有不满，小人任打任罚。但是您千万不要误解我家公子对三公主的好意。我哪个字提到裴恒了？韩硕，裴恒送茵茵过来真的只是照顾我的。再说了，茵茵又乖又听话的，你不要总是把人想得这么坏，好不好？茵茵，你上车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少君，您近日频频捶胸，是不是心悸又犯了？不是心悸，是堵得慌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车里有点缺氧？我觉得3个人坐还是有点太拥挤了，咱下去一个吧。小人身份卑微，小人下去。只是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三公主乘车难免疲乏，小人有一套按摩推拿的手法。你还会这个？雕虫小技。哎，要不你下去骑会儿马吧，我按摩一会儿。我也会，我帮你按。我记得你不会啊。我可以会，你干嘛？他先帮我按，我不就会了？韩硕，你能不能不要欺负茵茵啊？谁欺负他了？哎，他这动不动就跪的毛病，保不齐就是裴恒教他的。哎，这好端端的又提裴恒做什么？裴恒，裴恒，裴恒！三公主，你不要因为小人与韩少君争吵呀。咱们没有吵架，是吧？对，没吵，没吵。按摩是吧？我也给你按。哎，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呢？啊！